来，乡亲朋友，一些困过後啊，轉到嚟呼起來嚟節目嘅現場嚟嗬。咁今啲啊，討嚟嘅空間嘅話題，搶下來關心到嘅，是係啲牙齒嘅美拍咯嗬。我想啊嗬，莎莎然就希望自家嗬本人嗬第一個印象是係講到我要整形啦嗬，呢個牙齒啊嗬，啊生起來哦要保養好冇，係咩講啊要呢個檢查啊到做下嘅本人啊，想講第一印象就係啊本人好啊唔好，就所長動多嚟嗬，啲客人想啊轉到也就唔同。頭先一有講到嘅就係有呢個講內在嘅原因、外在嘅原因、按到嘅原因啦嗬，一個所以個牙齒嘅部分啊嗬，講細年嘅時間會較怕嗬，而且因到引退嘅時間會較忙，一老人講嘅有啲人做上來嗬，啲牙齒都動怕，一係唔講基因嘅問題、遺傳嘅問題，一個因素有一態咧。有，你一般講就係像歐美嘅人牙齒可能就較怕。歐美嘅民眾，生下來小孩子牙齒就會變較胖，好看。有黃種人呢，可能就生下來就較黃。跟那個遺傳跟基因都有關係啦。但是也可以用人為的因素變胖。好，講到牙醫啦，嗬，因到有按到嘅因素啊，嗬，就係會影響到牙齒，嗬，係嘅好也唔好咧，嗬。也係呢講，你講人工嘅方式，就係講美拍嘅產品啊，喺講到可能要機器啦，嗬。也當到嘅消費者講觀眾朋友，可能我一條套嘅時間，佢就會想講，嘿，一個美拍嘅要按到準哦，嗬。有到咧從一支筆按樣嗬，出來就好咧。有到按照醫院本身上來做處理，所以來啊，嗬，哎呀，美拍牙齒啊，嗬。有幾多種方法，嗬，做啲來老大家講下，嗬，行個應用嘅去調套方式。一般講起來，第一步要先去牙科嘅診所本身上檢查，檢查牙變色嘅原因係乜嘅？變色嘅原因先攞佢驗出來，要驗出來。係。原因驗出來，當好對症治療。一般牙齒太壞或者太模糊、太黃或者太糊。可能就冇辦法用這美拍嘅來裝，可能要用陶瓷貼片，陶瓷貼片陶瓷貼片就像你指甲一樣嘅貼一層嘅到牙齒當過，咁牙齒當然要先弄磨碎一些咧，磨碎一些咧，嘅厚度呢剛好嘅貼片嘅厚度，貼到嘅牙齒嘅表面，看起來呢就清潔。你看新的牙，有的指甲長個五顏六色啊，什麼東西做清潔，牙齒沒可以長個清潔，所以呢，用陶瓷貼片呢，一般講起來就可以達到愛嘅顏色，愛達到嘅形狀。就講自家愛有嘅一個效果啦。但是牙種嚟講，一般講起來就較貴，而且呢就是說較麻煩。也較貴，較麻煩，也用形狀來慢慢的同它磨貼一些咧，磨太多又做唔得，磨貼時又厚度又磨透，所以呢要花挺多的時間來磨。磨好呢，好做一層泡嘅，跟磨貼那個係咩牙齒嘅模型係冇？牙齒模型，然後用由師傅來做嘅那個貼片，個貼片呢就從牙齒一層泡嘅珐琅質樣嘅，貼落去嘅顏色就會改變，形狀嘛會改變，亞種一般講起來就可以達到一般人愛嘅。所有人就知道講牙齒嘅食愛拍、愛整齊、愛長，也就係行個食做的去調整，然後拍、愛黃可以自己選擇，就講可以達到他自家嘅想愛達到嘅牙齒嘅長或者咁樣嘅。不過也講起來啦，嗬，自己按麻煩咗冇，嗬，手術講按到，將來嘅自己收費，應該咩會較高啲嘅？一支差唔多1萬到2萬。哇，真係真貴啊！你個牙齒按多機嗬，一做了20萬，仲送掉嚟嗬。對。好，講到嘢嗬，家下調整個繼續嚟講其他嘅部分，家下先來接牙天花嗬，觀眾朋友有嘢問題嗬，打電話到現場啦。先來接嘅牙就係黃太子，黃太子嗬。你好。嘿。我想請問林醫師哈，俺牙齒黃黃，我用半年哈。
哦，向林医师解说一下。係而即家本身就一溜來牙齒就黃黃一樣嘅，也有乜嘅？有失言那樣。按樣型，好，按住些嗬。從人家下觀眾朋友佢講到嘅。可能的原因就失言失太多。頭先人有提到嘛，失言失太多。失言失到咧，牙齒會被醺啦黃黃，因為有尼古丁咧。都頭先講牙齒嘅貼一層嘅珐琅質，又會有凍到腰嘅空氣就會塞落去啲嗰度，牙齒就會黃嘅。這種嘅就話一般就講起來很簡單，用嘅那噴砂美白就可以達到。頭先來講到係牙齒太細啊，或者全部冇用嘅時間，人就會來用一個陶瓷嘅夾片，很簡單的可以用嘅那噴砂美白啦。也都係 T3種，而家先來講下 T3種啦，即係針對食鹽嘅，有醃過啊、炒過嘅啊、檳榔啊、珐琅質嘅嗬，食檳榔嘅嗰種咧，表面有一層咧青黃嘅或者青糊嘅，用嘅咧噴砂嗬，噴砂就是像你咧強力嘅嗰啲水柱嗬，再加上一些很細嘅沙。係。就這樣打過去就會嘅全部會被打斷。嗱，呢個洗牙齒嘅時間點咩會噴嘛？嗬，就係用藥方式嚟用啦。也就是洗鼻槍啦。一種很簡單啦，就是用嘅呢就像你洗茶一樣嘅，噴那個，噴那個係，就是一噴嘅地方有含嘅呢青色嘅沙石啦。嘅沙石啊呢，看起來也唔係像沙子一樣嘅，就像粉樣嘅。它其實是一個噴砂，就處理過嘅啦，清油，所以打落去牙齒還唔會傷到，就像你洗茶一樣，唰就打到清腸度。啊，係按樣嘅時間，鄉親朋友可能都悶嘅嗬，係講用一個噴砂嘅方式，就可以解決問題。一叫來這個米拍一擺來做一擺咧。一般嚟講，你講要常食，可能半年就要再噴加一擺。假使講有機體咧，可能就可以維持1年。機體嚟過後，然做一擺過後，可以維持個1年幾1年嘅時間咯，嗬。學一再講到有些人咧，朋友牙齒黃黃嘅講，本身有色彩啊，可以用嘅噴砂美白，對噴砂美白嘅方式來建議大家，因為頭先黃太知道滿到嘅。對，牙種嘅話，大概是一次大概1000元左右嘅牙齒就可以長得啪啪。好，也就係其中嘅一種嘅嗬，也之前係天一種嘅嗬，而家嘅美白牙齒嘅部分，還有一種講玉芝石嘅，係玉芝石要係乜嘅？你就說現場嘅做好嘅東西以後，換嗰個片源帶轉去，有藥嘅被帶轉去，有嘅標嘅藥嘅東西被帶轉去，然後佢按布頭專門家可以標落去，可以帶到天空。嘅藥嘅當拿出來，按照咧牙齒就會變胖。按樣去一般嘅化妝品或者藥妝也買到一種嘅藥劑式美白啦。但是一般講起來，加嘅效果還差，因為加嘅裝嘅你藥嘅東西唔係像現場做出來按準。按密合啦。我估說按到牙科牙醫來講，佢當然佢做嘅都較準啊，較即講做到較唔講較好都錯嘅啦，較完整。而且嘅牙套唔可以講粗安尼戴起來無爽快。也係講玉芝石嘅米拍，有分2種，一種就係你可能去買片嘅呢當然咪做嘅得較便宜咯，不過佢嘅效果可能就冇按好，也嘅冇按爽快，不過質價都冇下嗬，一個冇按洋葱嘅人做得來吃看下咧。而且價錢便宜千多，價錢咩做漲多？買差唔多1000多元，你一本現場裝可能1萬元。差唔多10倍樣，差10倍嘅效果真係就要有所長嘅，一定要有所長，冇就要你花很多錢有冇好？好，都講到也部分啦，嗬，一個應該有一個陶瓷碟片啦，玉芝石咧啦，韓國噴砂米拍嘅嗬，係像可能有當到嘅朋友記得就會印象講係上來用呢種嘅啦，嗬，也係先來接天花，嗬，也係陶冶嘅陳先生，嗬。喂，你好。係，我嚟冇問嘅問題。我想問林先生啊，食檳榔食到再縫，因為我知道。即講食到也係再要縫咧，後太天就要食檳榔食1嚿誒。食2-3年。
2-3年的時間咧，吼，好，馬上來請林醫師來讓我講下啦，吼，恁頭先講到嘅，就係食鹽咧，吼，一下就係食檳榔嘅，吼，記得其實要懂反手去講牙齒嘅問題哦，食檳榔嘅一般那個原因同個食粗鹽差唔多啦，同個食鹽差唔多，因為有呢檳榔底部有個色素啦，檳榔底部有色素，咬落啊，你像紅紅嘅嗰種嘅哈，咬落去就個色素會滲到個牙齒底部，牙齒就會變有啲紅黑，有啲黑，有種嘅都話一般用個噴灑也做得，所以頭先講到用噴灑也做得，用噴灑也可以裝到清腔度，因為它主要是表面啦，表面的話用這個噴灑可以做清醬度，但是呢清後就冇再食，就是清醬又變黃去了。安樣去啦吼，古時咧吼，也個一定重要嘅牙齒愛拍愛空天啦吼，因除咗愛醫師誒牙科醫師之外咧，鄉親朋友啊，也個較唔好嘅也個習慣啊，會影響到牙齒嘅部分，因睇起到佢改條嘅較好啲嘅啦吼。好，因講到牙醫啊吼，即個食鹽啦，又係食檳榔，有啲朋友都係老佢改條去，因講到牙齒做啲即講老佢用噴灑嚟拍，唔過啊吼，迄講因從頭因愛安樣做，你要因食檳榔。其實效果就冇明顯。一方面冇咁明顯，一方面可能多少會傷到牙齒的表面，因為佢用緊嘅強烈嘅水柱跟嘅沙去打過嘅，就將表面一層變呢，像颱風咁嘅掃過一層，掃過嘅表面多少有點傷害到。古時咩做唔得按夾去做，所以清後就解體。解體機，韓國應該做一百比自己還黏到，講解體過後可能就做一百以後做唔實在不來做咧，吼，學也係方法啦，吼，學也就應該咪拍牙齒來講啊，你就按多種嘅方式啦，吼，好，那我咧應該看下入面吼，來一種，也就食藥嘅，成年嘅食藥嘅以後啊，牙齒生出來就變色，變色較黃較糊啦，漂白過以後就變較白，但是也可以比較較白也做的，可能你的漂色次數較多啦。一般的同正常人差唔多就做的，唔是講撞個特別白，特別白很難維持，可能冇1-2年就變黃咗啦。按樣所以要都做到一般人的黃色就做的，唔是像明星一樣嘅按拍落去很難維持。古時也下林醫師按樣來老大家來講到嘅，就係牙齒啊，吼，無天窗愛做窗一個自強用按拍啦，吼，因做較正常嘅拍攝按樣就做一啲，正常嘅拍攝因做啲維持較久嘅時間。韓國咧講到也好，地方前面有位知道講，一個喺講自家本身嘅牙齒真正黃到當黃嘅時間，吼，也時間咁做啲，吼，老記有乜個用嘅方法，韓國做到乜個用嘅長途呢？因家下聽來老大家來講到，成都也必要，來聊下嚟。